主啊，主啊，带我走，牵我手，领我到你独乐地。主啊，主啊，带我走，牵我手，把我抱入你怀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2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书成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赏赐我们新的一天。在这新的一天的早晨，我们要继续在线上共读圣经。愿你的话语一句一句带我们更加认识你。愿你的所行一步一步领我们与神更亲近。求圣灵苏醒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你的教导，得着生命的亮光。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谢谢。约翰福音第8章是一个耶稣自我启示，他是世界的光，那是一个充满亮光的一章。那他来是不仅要驱走黑暗，更重要他是要来教导真理，用真理来驱走谎言。所以昨天的金句，耶稣说：“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就真的是我的门徒。或是持续遵守我的道，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那他们犹太人对于他们自己这些信耶稣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奴隶，为什么要他们得自由？那他们不问还好，一问耶稣讲了大白话，就是他们是活在谎言之中，所以上帝不是他们的父亲，魔鬼才是他们的父亲，因为魔鬼是说谎者的父，所以这一些话呢，让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呢，顿时当头棒喝。那同样的作者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3章，他也有一段很清楚的记载，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凡对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是洁净的一样。凡犯罪的，就是做违背律法的事，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约翰在更后面写的约翰三卷书当中呢，以约翰的名字自己所留下来的约翰一书第3章，那提到说，我们是因为基督显现，我们才会见到才会像他，见到他的本相。但是犯罪的呢，就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第5节，基督曾显现，刚才讲到的基督显现是第2次的将来的显现，但是第5节讲到说，基督曾显现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也就是约翰跟随他做门徒的时候，是为要除掉罪，因为在基督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不犯罪，凡犯罪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犯罪的是因为没有见到基督，没有认识真理。第7节，孩子们不要让人迷惑你们，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基督是义的。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毁灭魔鬼的作为。凡从上帝生的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的原文是种，上帝的种
或是种子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所生。这就显明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因为凡不行善的，不是出于神，不爱他弟兄，也是如此，就是魔鬼的儿女。所以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说谎者的就是出于他的父，说谎之父魔鬼。为什么说谎？不是他真的说谎，而是他说不出真理，他没有得到耶稣的光照。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来除灭毁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教导我们真理，用真理来除灭毁灭魔鬼的作为。路加福音第8章也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好像马太福音一样。但是路加福音第8章12节有提到说，人听得到，魔鬼来把人心里的道夺去，免得他们信了而得救。所以路加也有同样的看见，就是我们这个真理到我们心中是一个种子，但是魔鬼很害怕，他把这个种子呢夺去，免得这个种子发芽长大，那这个人就得救，魔鬼就没有居住的空间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把种子放在心里面，好土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呵护看守，让它成长。所以难怪有许多的人信了耶稣，又离开耶稣，那或甚至呢，第8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从群众然后变成是来会众，会众呢又变成了信徒，信徒没有作为门徒，反而变成叛徒哦。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一群信徒呢，怎么样成为叛徒。那我们继续来看第8章的最后结束，耶稣是世上的光，这样的启示呢，却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好，我们请苏成长带我们来读48到53节。好，犹太人的领袖问耶稣：“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有鬼附身，难道说错了吗？”耶稣说：“我并没有鬼附身，我尊敬我父亲，你们却侮辱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有一位替我寻求并主持公道的。我郑重地告诉你们，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他们对他说：“现在我们更确知你有鬼附身。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却说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敢说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伟大吗？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谢谢。那所以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换句话说，你们是出于魔鬼。那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不甘被这样子指控，所以呢，他们就跟耶稣辩论，就是反击，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本来是信了耶稣，说耶稣是是那个从上面而来，是要救人脱离那罪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又反控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呢，除了我们看到第4章这个撒玛利亚区域之外，撒玛利亚人也被用来骂人的话，就是杂种。所以他们第一个呢，自以为有理，然后呢不接受耶稣的真理，然后骂耶稣是杂种。第二个还说你才是被鬼附。那所以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那他们反击耶稣是杂种，是被鬼附的。那被鬼附这件事情呢，耶稣也曾经预告说，第6章耶稣说启示生命的粮，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拣选12使徒12门徒，但是他也说你们中间会有一个是魔鬼。那现在被鬼附呢，到底谁被鬼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魔鬼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要把那个真理福音的种子夺走，甚至呢再放入那个荆棘，放入那个稗子和麦子，把
稗子呢放到麦子当中，然后让这些的麦子呢没有办法收成了。而这个被鬼附的事情呢，我们从马太福音12章、马可福音第3章、路加福音11章，都有看到有人呢来攻击耶稣所做的事情呢，说他不过是靠着鬼王是在赶鬼，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别西卜的意思就是苍蝇的王就是吃粪便长大的，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诋毁耶稣。那耶稣才说了一句说，世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而要担当永远的罪。那所以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耶稣所要讲的就是赶鬼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国临到，是上帝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就算了，甚至呢还把荣耀归给鬼，把这个荣耀呢归给苍蝇王，这个巴利西卜，就是这个别西卜，是亵渎圣灵的事情，而且亵渎圣灵呢不但不能得救，还要永远得不到赦免，因为永远得不到赦免，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救。那不是说神不救他们，而是他们错过了这个得赦免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圣灵，是圣灵来赦免我们。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其实要很小心，不要把圣灵的工作呢当成是魔鬼的工作、邪灵的工作。那我们嘴巴说说一说，可是呢心里面呢却已经把谎言住进去了。所以这些人呢，犹太人说耶稣是被鬼附的，他乱讲话，所以他有这些能力呢，他们的结论就是原来耶稣的教导是从邪灵、从鬼来的。但耶稣呢，在这边就没有用这个永不得赦免这一句话来回应他们。耶稣是在约翰福音说，我没有被鬼附，因为我尊敬我的父亲，但你们却侮辱我就是不尊敬我。那这个尊敬就是他们没有看出，没有认出，甚至还诋毁耶稣。而且呢，前提是他们已经是信主的犹太人了。耶稣继续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有一位替我寻求并主持公道。那这和本说断定是非，就是做审判的。所以耶稣现在不审判，就像第8章一开始这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不审判他一样，上帝时候还没有到不审判。但耶稣说，我郑重告诉你们，遵守我教导的永远不死。所以耶稣在这边很有耐心的跟他们继续的对话，让这个对话没有结束。因为很多时候福音书里面耶稣的对话突然就结束了，或是他们记写福音书的人呢，觉得记到这个重点就好。但约翰福音却不一样，约翰呢是让一个事件呢不断的写下去，不断的延伸下去，从这些不断的来回的对话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一层一层的在剥洋葱。那所以耶稣说他没有被鬼附，因为他是有神替他作证。而且呢，耶稣我郑重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这个耶稣这样说呢，在4卷福音书只有约翰福音看得到。那我郑重或是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总共出现了25次了，25次。那在这里第8章这里是出现了第13次了，耶稣我郑重的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经历死亡他永远不死就是不会经历死亡。那现在这句话呢，就是说回应前面的，他们因为得到了生命树，吃了生命的粮，然后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所以他们是行走在真理中，接受光照，就不经历不会死，必不死所以这个
是指灵性的死亡，他的灵魂不会死亡。这个肉体人来看的是死了，但是保罗有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耶稣也说拉撒路不是死了，是睡了。那所以在神来看，那不是死，那不过是安息主怀，那不过是睡了。但是呢，这些话呢，一样引起他们没有经验、没有经历，所以他们又开始很单纯的回应我们他说我们更确实知道你有被鬼附身，因为亚伯拉罕也死了，先知们也死了，包括摩西。摩西他们还不确定摩西死在哪里，因为没有找到尸体。你们却说遵守我教导的人一定永远不死。永远不死。你敢说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伟大吗？亚伯拉罕都死了，他的墓呢？他们还在麦比拉洞。先知们也死了，不管是约拿，不管是阿摩斯，不管是以赛亚，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所以这个对话又继续下去啊。好，那我们再请舒成长老带我们来读最后的54到59节。耶稣回答：如果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毫无价值。那位荣耀我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上帝的那一位。你们从来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你们一样是撒谎者了。可是我认识他，并且遵守他的教导。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欢欢喜喜地盼望着我来的日子，一看见了，他就非常快乐。他们对他说：你还不到50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就自有拥有了。于是他们捡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开，从圣殿走出去。谢谢。那这一段呢，是一个耶稣非常直白的启示啊，但是能够相信的人却不多，能够领受的能够接受的却不多。那耶稣上一句话是说，上一句话是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已经开始怀疑他，然后还质疑他，说你是被鬼附，你有比亚伯拉罕伟大吗？你把自己当作什么呢？你有那么了不起吗？那耶稣他的回答是针对他们的说他的了不起，他的荣耀呢？如果是自己往脸上贴金，那就不算什么。就像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圣经、用行为往自己脸上贴金，喜欢坐高位，喜欢在街头上祷告，喜欢进食的时候把脸弄得很愁苦，让人觉得他们很敬虔，为了就是要得着人的荣耀，得着人的尊重。但耶稣说，这都不是他要追求，因为呢，神让耶稣伟大的，让耶稣荣耀的是耶稣的父。这位父呢，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所说的神，就是耶和华阿多奈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55节，但你们从来不认识他。所以耶稣直接断定他们犹太人不认识神。哇，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侮辱。犹太人就是以认识神而自豪，他们以身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选民自豪，他们还有神颁布的律法自豪。但现在呢，耶稣居然直接把他们打回原形，说你们却不认识这位神，我却认识他。那这下呢，我相信他们没有人可以吞得下这一口气。耶稣说：我若不认识神，那换我说谎的，那我就是说谎者的儿子，我就是属魔鬼。但是耶稣是说真话，说真理，我认识他。所以他不是说谎，他是说真理。我若说谎了，就跟你们一样。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曾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来到，我来的日子一看见了他就非常快乐。那这句话呢是
很有解释的空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曾经嘛，曾经就是这个形态是过去式曾经看见耶稣呢？在亚伯拉罕的记载当中，耶稣不仅亚伯拉罕曾看过耶稣，还欢欢喜喜的看见他来，那就是期待耶稣再来。一旦看见耶稣再来，就快乐呢。那这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对，创世纪的18章。那创世纪18章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已经被神改名了，就是17章亚伯兰被改为亚伯拉罕，而且受割礼。那时候17章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18章就是亚伯拉罕在99岁住在曼利橡树那里呢，那有3个人向他来显现的这段记载，创世纪18章。那18章第10节呢，3个人当中有一个主要在讲话，可是第10节呢，另外有一位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这里，看哪，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所以那一位呢，那有的会认为这3个使者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来造访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他99岁的时候，那甚至3位说话当中，其中有一位预告明年我一定会回来，我会回来。你看到我的时候呢，你的妻子撒拉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了。那撒拉那个18章，撒拉听了这句话，在帐篷里面就窃笑。我已经老了，我的主，我的老公也老了，怎么可能会有这喜事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喜事的意思是，怎么可能会有这个鱼水之欢呢？但耶和华，所以呢3个人变成现在是耶和华在对亚伯拉罕说话，说撒拉为什么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所定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那所以现在呢，上帝呢不仅是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甚至后来还告诉亚伯拉罕他要生的儿子呢，要给他取名叫以撒。以撒就是笑。好，所以我们有兴趣再去把创世纪18章拿来跟约翰福音的第8章来做一个对照。耶稣说你们的祖宗曾看过我，而且看过我之后呢，还欢欢喜喜的盼望我回来到来的日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他就非常的快乐，他就非常的以撒，那就是他生了一个笑，生了一个喜乐。那57节，他们这些犹太人呢，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他们只看表面，所以他们的看的真理呢，是从外表来看耶稣，你还不到50岁。那这句话不是说耶稣现在看起来像50岁，其实，以这个犹太人或是这个怎么讲呢？像我们黄种人，这个胡子不会长这么多，但是我们看欧美人士，他们胡子长得很多，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真的不刮胡子的时候呢，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个20岁呢？他20岁胡子就可以长得像50岁啊。那耶稣到底有没有胡子？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耶稣那个时代没有刮胡刀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刮胡子。那说你还不到50岁，50岁呢，其实也代表当时利未人退休的年纪，我们之前有读过，所以你还没退休，你就看过亚伯拉罕麦公别傻了。但耶稣呢，又回答一句跟他们没有办法消化的话。耶稣对他们说58节，我郑重，所以又是实实在在，这是第14次说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我就存在。那这个现代中译本翻出原文，我就自有拥有，我就是我，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我。
神，他就是神，我就是阿多奈，我就是那位主啊。所以他们不是在气说耶稣他倚老卖老他比亚伯拉罕伟大，而他们真正气的是耶稣，你亵渎神了。你说我就是神，我就是自有永有。所以呢，59节，他们就捡起石头要打他。所以耶稣启示自己，我就是神，我就是那一位主，我就是阿多奈。但是呢，哇，这下他们拿石头打他。这个事件呢，比前面第7章，耶稣在不是第7章对，第7章结束的时候呢，我是信我的人要领受活水江河，有人信，有人不信，众人分裂，这时候更严重。这是有连信的人当中呢，他们做出拿石头打耶稣，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反射动作就是违反十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现在就是犯了，不是只有犯了这个613条，你是犯了十诫当中的第3条。那他们直接呢就要来拿石头要 K 他，要他死，但是耶稣却躲开石头，躲开群众，躲开这一群愤怒人。怎么躲开呢？我也很好奇。但是呢，耶稣就是有办法躲开。这么多人围着他，石头要砸他，耶稣却好像就是从他们中间就这样出去了。那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对照这个之前看过的图就在这个圣殿前面的广场女院，那在那个库房前面就是奉献的地方，因为这个事件呢，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耶稣在那4盏的大灯的中间呢，说我是世上的光，因为这时候是住棚节，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世界的光。但这里呢，怎么会有石头呢？那我也很纳闷，还是他真的还是正在施工当中。那但是呢，他们拿石头要 K 耶稣，要打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却从众人当中呢就出去了圣殿，结束了这个从住棚节期，就是在第7章开始。那进到第8章住棚节的最后一天的这一个的对话的记载。但是呢，很快又连接着就是下一个神迹这个瞎眼看生来是眼瞎看见的神迹那这个画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应该要在圣殿当中，应该要进入到这个圣殿的里面接受人的敬拜，这才是合理。可是呢，却有一群人呢，让耶稣不让他进圣殿。耶稣只不过在库房讲真理，结果呢就被人家轰出去、赶出去。所以可以真的说是乞丐赶庙公可以讲光庙公这个把神都赶走了，从神的殿当中赶走。所以你可见呢，这个圣殿、这个神的殿呢，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今天的金句呢，在54节，耶稣回答：如果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毫无价值。那位荣耀我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神上帝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在这边看见他的价值是神在他的神给他的价值，而不是人所给他的。今天这段经文让我想起箴言所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呢他这个自卑不是我们所想到自卑，是自愿卑微、自愿谦卑耶稣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为罪人而死，但神呢就把他升上高天，让他坐在父的右边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呢却自高，以为他们行善、行义、行律法，拿着60分的律法，觉得自己过的是100分的生活却呢神要把他们降为卑把他那个60分都要再扣分就变成59分不及格进不了天堂的大门所以耶稣他只求父的荣耀。
今天我们的荣耀是来自于哪里呢？或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来自于哪里？而我们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只有认识真理，真理才会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才会看到我们身为人的价值。但我们如果从世人来，从世界来，我们这个价值只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到永恒，因为它都会过期。而我们所正在追求的荣耀，最后这份荣耀是归给谁呢？留给谁呢？或是呈现给谁呢？愿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哦。就像约翰加文所说的，愿一切荣耀归神。接着祈祷，求神阻挡我的骄傲，让我们不要犯跟犹太人一样的错误。当我们在领受真理，在听真理，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的当中呢，我们不要被呛到，不要被被噎到，让我们能够消化，能够吸收，甚至我们听了真理。学了真理，我们也说真理的时候呢，却不要去窃取神的荣耀，而是能够乐意谦卑，像施洗约翰愿意为主而衰微，把真正的荣耀全都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几天学习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是世上的光，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明白真理是耶稣的道的话，是他的肉，是他的血，是他的生命，就是创世纪当中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求你让我们虽然在分辨善恶的当中，依然能够找到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着天上的领受天上的粮食，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用神的道。圣灵的光照，把我们心中的黑暗、骄傲、魔鬼的谎言都除去，把我们思想当中的这些有害的败子也都除去，让神的话种子能够好好的种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发扬茁壮，能够成长结果，能够来结出100倍的果实，来荣耀神。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书成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长老，大家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